正好中山人文会今年11月份，要来悉尼，然后有好多大的法会，那其中有很多灌顶。对，请问堪布，那这中间有哪些灌顶？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啊，因为呢，就是很多人也问我说这些观点啊，这个内容，到底是哪一些观点？因为呢，我们最后一天会论安排的就是这个联式观点，我们在海报上面也就写的非常清楚，所以就是大家知道是联式观点。但是其中一些是因为这次做海报的主要是在悉尼的这种洋人，主要他们的悉达多他们自己做的，所以这主要是英文，虽然有中文翻译，但是他们也都是直接这种法本利的这些观点相关的这个那个修法的名字，然后就直接翻译出来，所以就是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本尊。所以这一点呢，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其实这次仁波切最主要要做观点的是江明恩钦粹王博，也就是他自己的，就是这个第一世江明钦粹王博的副长法。所以他们请法的目的也是因为最主要那个悉达多是专门主要是修那个钦粹王博传承的一个弟子，所以他们是这些老弟子觉得他们应该现在要请到这个完整的这个钦粹王博的副长的法门。了解。所以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这个里面包含了最主要的他的几个法门。那这个我们归纳的话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三根本尊。三根本尊就是上师、本尊、空性。所以前面4天的他们安排里面呢，最主要是三根本尊的上师、本尊、空性的观点。那上师那个里面呢，我发现就是那个钦粹王博持诵德增上师成就法。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持诵德增是莲花生大师的25大弟子的最重要的一位。然后也是连使很多新法也传给持诵德增法王。所以持诵德增也是两年之王博是持诵德增的化身。所以呢，江文钦粹王博的上师相应法里面就是这个有这个持诵德增的上师相应法。所以意思是说，持诵德增和江文钦粹王博合修的这个上师相应法，它是上师的观点。这个观点应该是第4天还是第3天里面的，就是反正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持诵德增的上师相应法。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上师，那就是莲花生大师。所以这次其实莲花生大师的观点应该可以说是有2个观点。一个是我们请的三根本，这是三根本尊，他是江钦粹王博的，也是特别的这个副长法里面的莲花生大师。它里面就是包含了三根本，所以三根本的终极。这是终极嘛，所以一个整个的这个法会形成，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安排也是仁波切新西兰和这个悉尼的整个形成后，那这个过程都肯定是传的都是三根本。本尊跟空性的。对。所以呢，这个最后面传的就是三根本的综合修综合的合修的联释。但在前面他们有一个叫认真着重，认真着重这里说。拉真南夸吉灭的副长，持民根成就法。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拉真南夸吉灭是大家要知道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副长大师。我们经常修的山经眼功，山经眼功是大家都经常修的一个法。但是这个山经眼功是拉真南宽经灭的副长法，而且是这里的持民根是一个法门的名字，它的法门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法。所以这个法的源头也是这个持民根。这个民根，这个持民根，什么叫持民呢？
就是莲花生大师、文马美扎写的上海所有的那些大成就者叫做持名。哦，又提所有持名就是包含了不只是莲花生大师，还有很多的这些持名，就是我们这个传承当中有一个叫如来美仪传承、持名吊石传承的那个持名，所以那个持名的名梗就是他的命的梗。所以这个修法的一个非常精髓的法，就是叫持名名梗，但是也是莲花生大师为主的一个法，而且它不是亲自网部的，但是也是它正南观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包含在里面。还有一个，那就是这我已经讲完了上师的部分，对吧？还有本尊。那本尊呢？这里主要当然是莲师也可以说是本尊，但是最主要这里的本尊是谁呢？普巴金刚。普巴金刚啊，那就是这样的啊。尤其是宁玛的这个传承里面，三根本当中的普巴金刚是代表性的，就是很多本尊当中主修的一个。所以呢，那叫做 Nadik Purba。Nadik Purba 的这个中文翻译就是金水普巴金刚，也是亲自王部的这个副长。所以亲自王部的副长 ，OK， 这是第二节。那然后呢，空心，对，那空心这里有了啊，亲自王部的空心秘密踪迹这个是金刚黑木为根本的，对，所以这个就是金刚黑木，瓦扎瓦拉黑，对，所以那个就是作为主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法门，一个体系，而且这个整个的副长都是来自于亲自王部，和这个对亲自王部的，所以你看这些上师都是那个啊，对，还有一个这里呢就是另外一个空心。绿度母绿度母 ，OK，那这个绿度母呢，我们经常修的绿度母当中，在当地啊，就是该局的宁玛，他们全部修的绿度母，大部分都是乔吉林巴。这里说中文说乔吉林巴。大家要知道，这个西藏历史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三个立密大师，那就是乔吉林巴、江亲在王部、江公公主仁波切，他们三个是当时是合作的。对，立密活动，而且那个乔吉林巴是江亲在王部的上师。巴珠仁波切他也是巴珠仁波切的一个上师。所以他就是乔吉林巴大师。所以那个乔吉林巴大师的服藏当中就是有度母的法。所以这个度母的这个不是只有一轨啊，这个观点是仁波切专门传的话，那就是如果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完整的这个服藏法，整个都是这样的。然后最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敦珠法王。敦珠法王 ，OK。敦珠法王就是宗喀仁波切的爷爷吧，对吧？是的，反正就是他也是这个近代的非常著名的这个服藏大师嘛。那他的敦珠法王也有第一次的敦珠法王的服藏，第二次都有服藏。他们现在在弘扬全球的很多都是金刚这个黑木啊什么之类的法门。但是这里呢有一个就是也是看住就是说空性心地。也是一个空心木观点。OK， 空心心。那这些空心木就是敦九的，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归纳起来就是上师本尊空心的观点。最后这个24号就是由三根本合修来做圆满。太殊胜了。再加上呢，我们也专门请了那个莲师七品七星文。那个莲师七品七星文呢，我上次请法说我要这个口传的时候，仁波切说。这个没有问题，我每一天都在念，意思就是每一天的日常工具里面都包含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七星文，那也是一个服藏大法，所以这个口传，所以这是我们莲师的观点加上莲师的七星文的口传，那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体系的。所以这些的，我觉得一个一个大概你明白很重要。你知道有了就是度母的观点，也有了金刚黑木，也有了普巴金刚，也有了莲师，也有了，就是这样。相当完整。是的，很圆满。我想请问一下堪布，就是我们这次宗萨仁波切他这个灌顶是非常圆满完整。那对于我们这一些平时没有修
持这个密法的，没有接触过，那我们如何在接受了灌顶之后去修持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些上师们，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宗喀仁波切前几年在不丹也传过的，有一个叫做人前点子大宝福藏，好像是这样。大宝藏，这个大宝福藏里面有几百个观点哦。那你一系列的这个观点，1到2、3个月之间，你都熟了。你收了那么多个观点，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修，一个一个去修。是。所以怎么办呢？上师们呢也非常慈悲的，就是说你不放弃三宝，你对金刚乘不产生邪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对，再加上你呢，就是这个七星莲花生大师、七星上师，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你的一个功课的一个基础。能做多少？比如说你这个很多，但是当中你觉得 OK， 我自己选一个，比如说我做度母 ，OK，那我就是每天念度母108遍，这样的话这已经是够的。因为主要是这边上师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对，明白。因为感觉现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去修本尊。还没有不懂这种观想，所以我想可能如果能先修度母的话，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决心很重要。我慢慢懂了，我慢慢做了，我一定要希望有一天能够修的更多、更好，有这种的一个圆菩提心。对，愿菩提心，对，发愿要修这些密法。对，是这样。哎，康木先生你好，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灌顶，或者说是，灌顶必须要皈依吗？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哎，请康木先生要是方便能解答一下。我们在官方网站上应该每个人都看到了，专门有放宗喀仁波切的一段开示，我想这段念给大家听。仁波切关于观点的话，那是仁波切写法的这个英文直接翻译的风格啊。唯一的限制是，这边写的很清楚。观点通常指面向密宗修行者或者渴望成为密宗修行者的人。渴望成为就可以了。因此，如果有人对这些密宗的东西感到不确定，他们不应该前来。这个是仁波切非常明确，意思就是那个渴望是很有弹性的，就是说你现在没办法修的，那么就刚刚你问的一样的，没办法做太多功课。但是我希望我先接了这个传承，我再进一步的，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我想修，有这个渴望就是有这个发心。OK， 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呢，根据这是一个佛法的常识来讲的话呢，你没有成为佛教徒的情况下，你能不能得到观点是的。你在现场也许但是谁也许不知道大家你的情况，就是不会怎么样。但是真正你现场来的目的肯定是要得到观点，对吧？你要得到观点的话呢，没有三宝皈依三宝的基础就是真正的观点是得不到。那能不能先灌顶以后，然后机缘凑巧赶快又皈依三宝？但是当然是你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提早不具足这个条件，然后就是我一定要先受观点，但是这个有点勉强。但是呢，如果你就是可以有这个条件，但是你又不观点，又不皈依，然后我要是一定要受观，那个是可能是有点口是心非，不是很老实。那是我们之前在这个法会之前安排一些皈依三宝的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接受三宝皈依之后，就顺理成章得到灌顶。对，这个法脉就比较对，这是有几种选择，比如说仁波切的第一天，本来是不是观点，第一天如果大众有公开在现场有皈依，这个开放就是守皈依戒，然后仁波切有送那个皈依的皈依的话，那大家以这个机缘
能够得到皈依戒。OK，那当然没有问题，这是最圆满，这是皈依仁波切嘛。那如果说往前的话，如果皈依堪布这边，那也是算是皈依密教三宝嘛。当然了，其实这边我想说，你真正的入门金刚禅是观点，就是最真正的入门的法。所以呢，你提早本身你有皈依三宝的话呢，也不要说是你现在，比如说，假设你现在是从显教皈依过，但是你还没有皈依金刚乘，你能不能受观点？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的。OK， 但是你就是当然呢，提早想，他就是对另外一个师傅，任何就是他想找他来，然后先完成这个皈依。然后再来受仁波切的观点，那是 OK 的，很好的，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很多这个跟你学佛皈依你的，那我们自然而然得到仁波切观点，就这个法脉就是完全 OK 的。当然了，这个就是本身就是圆满，能够接受这些法了。而且呢，就是这个里面其实实际上他们亲法的都是非常懂得怎么亲法，自己能得到这个完整的传承的呢？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是应该要很珍惜的。仁波切2017年来这里的时候，我记得他们这个悉达多的人说，那个时候仁波切相隔应该是16年后才来。是相对呢，这几年来的多一点，以前都是在这边那边他们亲都亲不到。所以呢，这个仁波切来这里呢，就是有一次那么多个传承，真正的想学佛法的人来讲的话呢，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这次11月24号，已经都报快额满了嘛，似乎我们还要再扩充人数，让大家踊跃再参加。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安排嘛。反正就是整个情况来讲的话，当然是你就是这边也可以开放一个。你受其中几个观点或完整的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啊。所以线上的这个学佛者还没有报名的，我们还是会等11月24号这个晚会还有很多机会啊。对，是的。谢谢然后最好是全程能跟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上师本尊和空行都圆满了。对，我们然后最后再合修。比如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西藏，自己的文化和佛教有一点某种程度上很大的一个结合，所以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困惑。就像一个小喇嘛，他就是当喇嘛之后，他要去做无家心，是基本功课，对不对？对，也是这样的，他也去受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脉传承的完整的传承是先要做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说是这一个就是修一个。一开始你这样想的话，其实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因为你不可能完成的。那结果呢，最后全部都放弃了，也不好。所以呢，先要踏踏实的、按部就班的，就是你要知道，仁波切这里也说了，渴望成为。对，或者这个你真正的成为金刚乘，但是有人觉得我对金刚乘没有信心，但是我想受观点，那就门儿都没有啊。最主要还是没有意义了。有求法的心跟将来修法的心，然后再来接受观点，才能够。再加上对上师有信心，对这个做观点的上师要有信心，这是必先。这样讲清楚吗？太好了，是。感恩三波开始。